后来乡亲啊变天罗，这个后半天开始，这个东北季风增强，北台湾转湿凉，尤其是阴暗到后日，这个基隆北海岸甲东北部会来落局部大雨。不过真歹在的是，这个主要的雨拢落伫个风头面，对中南部的淡化也是无帮助。会知影北台湾天气真好，不过要注意，过到东北季风来，已经开始变湿冷。北部东半部地区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，那温度的部分呢也会开始下降了。温度的部分在北台湾礼拜五整天温度都会在20度以下。基隆北海岸、东北部地区有的所在会落大雨，明仔载雨会落愈大。不过中南部地区维持24、27、28度的高温，港澳山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，对水情无啥有帮助。礼拜日到后礼拜一，东北季风变细，天气回稳。港村东半部地区的落雨，甲过到西半部的落雨，好天气会等到后礼拜2。即马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上有热带扰动，照观测有机会增造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风台。靠近台湾的机会呢也并不算高哦。所以对台湾的影响上来看的话，以目前的资料来说，影响应该是不至于说太大。风台敢会搞起来对台湾的影响，嘛是要搁继续观察。不过真明显的是，这礼拜雨拢含中南部无缘，所以民众伫咧这段日子嘛是爱较欠咧用水。